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价，不是生理地买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落叶。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价，不是生理地买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。只要咱莫做爱情的落叶。你问我爱情一斤等偌济，一时惊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价，不是生理地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。